台北国际动漫节今仔日起稿，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规模增加大约4成，会当讲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一届。这届现场嘛有设立 VTuber 专区，有侪侪来自台湾的戏语角色，希望民众会当尽把这寡来自台湾的创意。背面，他们一直说阿嬷快看后面开什么啦 ？VTuber 等咧开直播，耍电脑电动互观众看。VTuber 是一种虚拟人物实况直播，用电脑镜头监测人的动作，操控虚拟人物参观众互动。今年的台北国际动漫节特别设 VTuber 专区，点出侪侪台湾原创 IP 的 VTuber。很多动漫 IP 大量的除了动画化之外，也大量的跟一些像虚拟的一些偶像。或者沉浸式的体验来做合作，所以其实文策院大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也很积极在鼓励台湾的一些做虚拟偶像 VTuber 公司，看是不是透过文策院的资源，可以跟日本、韩国相关的一些企业来做一些技术交流，甚至于文策院也不排除来进行投资。台北国际动漫节已经行到第12届，现场人阵是叉，排队的人阵一路延伸到世博一馆的外口，就通知影动漫伫台湾是真有商机。主办单位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表示，今年的规模偏去年是大量成长。我们共有110家的优秀厂商参展，总共有近800个优秀的一个摊位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的话呢，我们成长了约4成，应该几乎涵盖了ACG 产业的相关的业者，可以说是历年最盛大的一次。指导单位的台北市政府表示，估计这摆的展览通有2亿以上的商机。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也表示，透过这摆的展览，通互更较侪优秀的原创作品，互民众知影，也通促进台湾原创作品的发展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